那今天他要带来的这个是非常适合秋天枫红的时候。我们知道枫红的时候呢，有哪些食材呢？就是这个栗子。好，那今天老师带来的这个呢？栗子是用糖制的，是吧？对，我用糖制栗子。那用糖制栗子是因为我在巴黎学嘛，所以在巴黎我们常常会用到的就是糖制栗子。那在台湾的话，大家可以用糖炒栗子，然后就剥开，然后我们一样称我们食谱的量，也是可以使用的。赶快来看啦，老师今天带来的这个栗子蛋糕。对，我们今天怎么做？大家还可以看到我的食材是很简单哦，就是奶油跟细砂糖，然后蛋，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加入低筋面粉跟泡打粉，然后最后加入这个栗子。那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我没有栗子是不是就不能做？其实这个栗子可以换成任何其他的食材，比如说坚果，或者是葡萄干、蔓越莓干，其实这个是额外加进去的，不影响面糊的成功跟失败，所以这个大家可以随心所欲来增加。好，那我把奶油跟细砂糖，这个奶油我们要让它软化。奶油跟细砂糖，通常我们都会用无盐的嘛。对，用无盐的，除非你喜欢吃咸的，因为有些人喜欢吃甜咸的。好，那我们就你可以用那个手持打蛋器打，但就是手会比较衰，你大家就当做练二头肌，就可以用。不用上健身房了。对，不用上健身房，也不用打到很发，我们就稍微让它混合一下。还有微白就好了，不用太发没关系。好，那你也可以开快速哈，但就是不要喷出来就好，稍微打一下。好，这样子其实差不多，不用打太发没关系，我们就稍微这样稍微拌一下就好。然后我们把蛋一定要分次慢慢加，好，我们把蛋慢慢加进来。那我们一样继续打，然后再继续看不到蛋了，我们再加下一批蛋。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零失败的甜点，不太会失败，因为它不需要打蛋白啊，然后把它打到多发不需要，它其实就这样拌一拌，等一下就可以放进去烤箱烤。这个很适合在家里跟小朋友一起做，因为小朋友会觉得很好玩，他会很有事做，因为要一直拌。所以就算没有这个电动打蛋器的话，用手也可以吗？也可以啊，也可以。我在家里比较累啦，对不对？对，有时候我在家里懒得去拿打蛋器，这种手持式的电动打蛋器，我就在家里用手打，其实还蛮快的啦，大概5至10分钟就可以做好了。我稍微暂停一下，因为我们刮一下钢盆，因为在边边会打不到，沿着这个钢盆的边边会打不到，所以我们稍微刮一下钢盆，然后我们再让它继续打。好，老师在刮的时候，你有听到那个砂糖的声音，对不对？稍微搅拌一下，大概回到乳液状态就可以了。其实差不多咯。好，其实这样我就差不多，这个蛋糕最困难的地方已经完成了。所以打到大概回到乳液的状态，我们就加入我们的低筋面粉。好，这个做蛋糕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粉类一定要过筛。过筛对，然后跟泡打粉全部加进来。好，那只要拌到看不到粉就好了，不用过度搅拌。对，尤其是加了这个低筋面粉哈，你搅拌越多呢，待会儿做出来的蛋糕体呢，可能在口感上面会比较硬，比较扎实一点。对，啊，就像老师这样轻轻的拌它就好了。对，我们就看不到白白的粉就好了。那我还有再加一个东西，就是牛奶。就是比般比较做这个蛋糕比较不会再加牛奶，那我等一下会再拌入牛奶，因为这样蛋糕吃起来会是很湿润，烤完就会是湿润。老师，如果要再更湿润，是不是可以加鲜奶油？鲜奶油会太油吗？
鲜奶油不，因为鲜奶油等于说鲜奶油的油脂比牛奶来的多，所以我如果加等量的鲜奶油，表示我把它的乳脂油分增加了，可是水分没有增加。哦，但蛋糕可能吃起来会更就是可能会油脂比较多，你可能会觉得会腻，对不对？可能会有，因为如果加的量没有很多，应该是还好，只是可能会吃起来觉得比较浓郁。然后我就把看不到粉类，我们就把牛奶加进来。哦，牛奶加进来，我们就拌到看不到粉就好了，看不到粉就可以。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真的是很简单，很简单。我看到的也是，就是把所有的材料呢都给它混均匀，但是不要过度的搅拌。对，就算你看老师在把这个牛奶跟我们的面糊做一个融合的时候呢，也没有非常就是这样子。对，因为我们不要让它出筋。对，我们就很轻柔的把它拌一拌。好，其实这个面团这样就可以完成了。然后我们就加入栗子。那大家也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把这个栗子换成各式各样你喜欢的东西都可以。对啊，如果以它的口感来讲，其实也可以用烤过的地瓜，不晓得是不是？可以。烤过的话因为水分比较少，然后也比较 Q。对，然后这好了之后，这个模型叫咕咕霍夫模，它是一种德国的传统蛋糕。是，那我们台湾常常把它叫做皇冠，因为它这样扣出来是很像一个皇冠。对，所以我们讲皇冠蛋糕，可事实上就是德国的咕咕霍夫蛋糕。对，这个很适合在那个节庆，尤其是圣诞节的时候，对不对？那可能观众会说：“哎，我没有这个模可以做吗？”可以，其实任何的长条蛋糕的模，或者是杯子蛋糕的模，其实就可以做了。但是因为它最主要是有一个这个像烟囱一样就是说让你的这个面糊比较容易熟。如果说你用一个很大的一个模型，可是中间没有这根烟囱的话呢，你可能要烤这个蛋糕的时间会花费很长，甚至。外边都已经熟了，都焦了，中心点呢，它还是有这个生的面糊对，没错。所以基本上来讲，你可以用比较长条形的，对，长条形的也比较容易烤熟。对，那圆形的话，会建议你中间要有一个烟囱的。对，或者就把它干脆就做成小的杯子蛋糕，对，小的杯子蛋糕，像那个 muffin 这样子都可以啊。真的非常专业的建议，真的。好，然后我们稍微敲一下。你会看，大家会看到，其实我填的量并没有很多，因为它有加泡打粉，所以当它胀大的时候，它大概会到这个高度。OK， 正好皇冠的那个对皇冠的弯曲的一个线条上面，所以我觉得这样烤起来其实是蛮漂亮的。那这样子的烤的温度呢，我会用170到180，大概烤35到40分钟。好，现在呢，烤出来的这个蛋糕其实是老师事先烤好的啦，要等冷了哈。对，要等凉。对，要等凉才可以来做装饰。对，这个是我融化的那个白巧克力，然后融好之后，我把它放到挤花袋里面。那这个是一个装饰的一个想法，不一定要白巧克力，因为大家怕甜的话，很多人觉得白巧克力比较甜，那大家也可以用黑巧克力啊。老师，如果是我是怎样，你知道？我就撒那个防潮糖粉，撒一撒，好像那个富士山对，也可以，也可以哈。可是老师在做装饰的这个白巧克力就是说只要融化了就可以吗？还是要加一些东西去调和它，让它就是说浓稠度可以比较会这样低下来？其实融化就可以了。那我是怕有些观众他可能会把它融到太热，你就会发现它流好快在上面可能凝固还没凝固就整个流下来。对，然后整个盘子又脏脏的这样，有一点像火山爆发的那个熔浆可能就比较不适合。我们要的这个浓稠度呢，就像老师这样子，停在半山腰就好了。对，那如果要怎么判断的话，就是你的巧克力摸起来大概在40度左右。那巧克力它干掉之后，它就会变硬了。那因为我们这边是栗子，所以我就会在上面摆栗子。那因为是皇冠，我就会用栗子把它摆成一个皇冠，就是绕回来一个圈。对。那粘这个有一点点小技巧，就是
不要马上挤完马上粘，让它开始有点干，半黏半硬的时候，粘上去反而比较不会移动，然后又比较稳。好，基本上快要完成咯，但是老师还会再加上一些薄荷叶。对，我只是让它颜色有跳出来，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黄色为基底，所以我只是让它颜色有跳出来，所以我加一点绿色的叶子。那我就是很简单的摆一点绿色，然后因为绿色跟红色是很相配的，所以我就再摆一点红色的东西。那大家在家里就可以想一下家里有什么红色的，比如说玫瑰花茶泡的那个玫瑰花茶花瓣，对，或者是更简单的蔓越莓干。那我们就这样子完成。我把它拿上来，让观众朋友看得更清楚一些。老师今天带来的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装饰，秋意很浓的，其实也不一定啦，因为我们的这个栗子糖，通常我们现在都有罐头可以买得到，不一定秋天，你只要想吃栗子，栗子很养生嘛，哈，那你就可以呢做今天的这个栗子蛋糕，一年四季都可以做哈。